Hello 各位老友，我係 Stella， 土生土長中山人，歡迎嚟到拆房頻道。我唔係要拆你間房，我係幫你拆解所有房產嘅坑位同埋伏位。唔止係中山，甚至成個灣區嘅樓盤，同你哋一一拆解。拒絕水軍，拒絕虛假，只講真實嘅數據。我唔係叫你唔好買，係想你醒少少先去買下。今集嘅內容咧唔拆彈，幫你哋計下條數，睇下你哋可以慳到幾多錢。如果你或者你身邊有人諗住喺中山、珠海買樓嘅，你今日咧呢條片一定要睇到尾，因為我同你講，上個禮拜出咗個 policy， 6大部委一齊出手，住建部、央行、財政部、金融監管局、稅務總局、自然資源部6份文件，我幫你哋睇晒。我今日同你逐樣拆，逐樣同你計，你睇完就會知噶啦。而家究竟係咪時候出手 ？OK， 第一樣首期 down payment 即刻慳30萬。嗱，第一樣嘢嚇，對於香港上車嘅老友衝擊力係最大嘅。舊時中山首套房雙貸首付普遍硬性要求啦係30% 起步嘅，門檻極高。今次6部委新政直接將全國城市首套最低首付劈到15%，二套有未清貸款嘅，咁最低咧就係25% 啦。我同你用中山港客最主流改善自住200萬單位做真實 case 嘅計俾你睇下。舊制以前市場嘅一個執行標準，首付30% 咧，即係等於60萬嘅現金。新政策嘅底線15% 就等於30萬嘅現金，咁即刻慳咗30萬流動資金啦。租個2年嘅細單位，但係喺中山30萬夠你全屋頂級精裝，買埋雪櫃、冷氣、電視、梳化，全部進口嚟，好冇？如果細單位總價150萬嘅話，舊制首付45萬，而家22萬5，即刻慳咗22萬5。上車嘅壓力直接就腰斬咗。之後你買第2層改善大單位，總價200萬嘅，舊制有貸款未清，普遍要40%，即係80萬嘅首付。而家新政25%，即係50萬，直接都係慳30萬。黐線，呢個入場現金門檻爭咁遠，好多香港老友就係卡喺舊時3成嘅首付，攞唔出大額現金，一直就係上唔到車。不過我都要同你講清楚，15% 咧係國家政策嘅底線，係放俾銀行嘅審批空間，唔係話銀行一定100%批俾你㗎。銀行仲要睇你香港收入嘅流水、信貸記錄嘅還款能力㗎。但係呢個 policy 嘅閘門咧已經係全面打開咗，銀行跟住放鬆審批尺度嘅機會極大。同埋咧，香港人喺大陸買樓嘅首付比例咧，政策層面同內地居民完全係一視同仁嘅。只係最終審批會參考你香港嗰個 credit record， 詳細嘅審批細則你可以 WhatsApp 我單獨查詢嘅。第二樣嘢，利息即係按揭嘅利率，每個月供少1920蚊。嗱，第二樣咧，長期30年落嚟慳嘅利息先係真正嘅大頭。而家中山首套房商業貸款真實嘅執行主流利率係3%，絕對係歷史嘅一個低位。公積金貸款5年以上利率仲低，淨係得2.6% 咋？你知唔知呢個數字有幾癲啊？我同你講啊，2022年、2023年嗰陣，中山嘅房貸利率普遍仲要去到4.5% 到5.5% 嘅，而家直接劈咗差唔多一半。你話死唔死？咁而家我就開始同你去計數啦。我都係用翻200萬層樓同你去計。你總價200萬，新政首付15萬，貸款額就係170萬，分30年等額本息還款。舊年高位利率5% 嘅話，每個月月供大概係9135蚊。而家中山主流執行利率3% 嘅話，每個月月供淨係得7215蚊，每個月直接慳1920，一年累計慳23400蚊，30年還款期，總共慳息，你自己都識計有幾誇張㗎啦。講真嗰句，喺香港你租個2房住宅都隨時要萬幾蚊一個月，而家喺中山或者珠海工程200萬嘅市區3房單位，月供先7000幾蚊咋？你話邊度抵？仲有啊，中山嘅公積金貸款額度今年都同步上調咗。
單人繳存最高可以借80萬，雙職家庭最高可以去到208萬。如果你符合資格用到公積金嘅話，利率淨係2.6%咋，每個月仲可以慳得再少一截，慳到你笑啊！第三樣嘢，稅啦，賣樓唔使再俾人劈一刀，呢樣咧我覺得最多香港老友忽略咗嘅，但實際換樓轉手嗰陣真係好抵。交易稅務今年咧6部委政策有2個革命性嘅改變，第一個永久取消普通住宅同埋非普通住宅嘅一個劃分門檻，以前咧就好鬼麻煩噶，你層樓咧面積大啲，總價高啲，就直接歸類做非普通住宅，轉手增值稅要俾多一大截。而家全國一刀切，分類直接取消晒。二手房只要持有滿2年，轉手就直接免增值稅；未滿2年就淨係按照3% 嘅徵收增值稅，比以前5% 大幅下調咗。哇！呢個改動對於改客超友好，你知唔知啊？以前咧要死守滿5年先有稅務嘅一個大優惠啊，而家咧淨係持有2年就可以免增值稅，自由轉手啦。我同你用實際嘅例子講啊，你喺中山買咗層200萬，持有2年之後想賣，出手價去到230萬，賺咗30萬。以前咧未滿5年，增值稅隨時要俾3萬幾蚊嘅，而家持有滿2年，增值稅直接全免。即係話咧，你唔使再因為驚稅務成本高，死守一層唔啱你住嘅樓啦。日後想 upgrade 換大單位，想轉片區，揀通勤更加方便嘅盤，換樓成本直接大幅降低咗。第二個改變仲正，賣舊換新，個人所得稅退稅政策直接延長到2027年嘅12月31日。即係咧，你賣咗名下層舊樓，1年之內重新再買新樓，只要新樓成交價唔低過舊樓嘅賣價，你賣樓時交嘅個人所得稅可以全額退翻俾你。呢個政策專門照顧我哋香港嘅老友，好多朋友啦，香港有物業想處理之後啦，落中山換一層舒適自住嘅單位。呢個退稅紅利就完全幫你減輕置業嘅成本。你知唔知深圳稅務窗口咧新政落地之後，港客嘅查詢量直接翻咗3倍？就知呢個政策對兩邊往來置業嘅香港人係有幾重要啦。第4樣，3000億保障房加現房嘅銷售，你估關唔關你事？好啦，呢樣咧聽落好似同普通買家冇直接嘅關係，但其實對我哋香港買家影響極大。央行專門批出3000億保障性住房專項再貸款，年利率淨係得1.75%，最長使用期限5年。你可能會話 Stella， 保障房關我咩事啫？我又唔係申請買保障房，絕對關你事㗎。因為呢3000億資金嘅用途咧係俾地方政府出面，收購市場上滯銷嘅現房同業主放出嘅二手單位，統一轉做保障房。呢個操作啦，對香港買家有2個直接影響。第一，穩定樓價底部，市場一旦出現大量滯銷盤，政府會直接出手接盤托底，避免開發商恐慌性劈價拋售。你買完樓唔使驚隔離同區盤突然劈價3成，資產價格有基本嘅保障。第二，核心地段靚盤供應只會越嚟越少，自然資源部已經明確講明，人口流出城市會大幅壓縮住宅土地供應嘅指標。你而家入手嘅市區通勤片區靚單位，將嚟只會買少見少。仲有一樣咧震撼全行嘅消息，由2026年開始咧，全國所有新出讓住宅嘅用地，原則上強制要求現房銷售，即係話期房預售嘅黃金時代正式進入倒數階段。你明唔明呢個對於香港買家有幾大件事啊？以後買樓咧，你睇到嘅實物單位就係你最終收樓嘅樣板，唔使淨係靠示範單位憑空想像，唔使驚收樓嗰陣時貨不對版。最關鍵係徹底杜絕爛尾風險。對於遠道過嚟置業嘅香港朋友，絕對係超大嘅一個保障嚟嘅。市面上而家剩餘嘅期房係最後一批窗口期，你真係要揀期房入手嘅話，記住硬性嘅一個鐵律，最好一定要揀國企背景嘅開發商，交樓資金實力先有保障，千祈唔好貪平揀一啲背景不明嘅民企小型樓盤啦。第5樣，
融資放寬點解關你事？呢樣呢，我就快啲講個重點啦。金融監管總局專門出咗開發商融資嘅白名單，優質民企同國企開發商向銀行借錢，審批門檻放寬咗，融資利息同步降低，同時國家設立咗專項紓困資金，優先鎖定保交樓專用資金，確保業主收樓前絕對唔會俾挪用啊！點解關你香港買家事？過去幾年啦，好多人已經係踩晒坑㗎啦，心急入手期房，點知開發商資金鏈斷裂，項目直接停工爛尾，而家真係血本無歸。呢類新聞啦，大家實睇過唔少㗎啦嚇。而今次呢一個政策呢，就係從源頭鎖定保交樓資金，你買樓嘅爛尾風險直接大幅壓縮咗。當然，我唔係叫你求其隨便揀任何嘅期房入手，揀開發商背景仍然係置業最關鍵嘅一步。只係話俾你知，國家政策層面嘅購房保障比以前完善咗太多啦。而家同你完整計一次200萬中山自住嘅單位啊！新舊政策前後爭咗幾多？OK， 講完5項嘅政策重點啦，而家同你演算對比一下先。拎香港人中山主樓200萬市區3房自住單位，專門往返香港自住用嘅，逐個數字去同你去對比，睇下新舊政策之下離實際嘅差距有幾大。嗱，我哋而家先講舊制先，6部位新淨落地前，中山市場普遍執行標準，首套首付30%。首付呢一個比例嘅話，即係60萬首付，商業貸款金額140萬。舊年高位利率4.5%，每個月嘅月供大概係7107蚊。日後轉手賣樓持有未滿5年，需要繳納增值稅，金額大約係2萬5到4萬。整體入場嘅總成本，首付加雜費大約係65萬㗎。咁而家嘅新政就係咧，2026年7月6部位新政嘅落地後，首付政策底線15%， 30萬。商業貸款金額170萬，中山主樓執行嘅利率3%，每月月供淨係得7215蚊。日後轉手賣樓持有滿2年，直接免增值稅。賣舊換新仲可以申請個人嘅所得稅全額退稅。整體入場嘅總成本，首付加雜費大約35萬。咁即係話入場一次性現金成本即刻慳咗足30萬，每個月月供固定慳咗。舊時高位利率對比而家，長期利息優惠空間極大。日後將嚟轉手換樓，稅務額額外再慳2萬5到4萬，加埋全程落手落腳慳到金額係足超過30幾萬嘅。30幾萬喎，你諗喺香港30幾萬可能連一個普通嘅細車位一半都買唔到啊！但係你喺中山30幾萬直接包辦全屋精裝，加全套家私電器，或者足夠同埋屋企人去一次歐洲玩添啊！當然啦，呢個係理想化嘅核算 case 嚟嘅，實際咧最終嘅執行利率、銀行審批額度、你個人香港信貸情況都會有輕微嘅浮動。但呢組數據至少清晰話俾你知，今次6部委聯合出台嘅新 policy 啊，絕對唔係政府嘅口號，係真金白銀幫香港朋友置業減壓慳錢嘅。OK， 同你簡單 recap 翻重點先。以前中山首套房首付硬性要30% 起步，而家新政直接降低到15%啦。200萬單位一次性慳30萬嘅流動資金。好多香港老友終於夠錢上車，按揭貸款、雙貸利率，而家中山主流淨係3% 歷史低位，對比前幾年嘅高位，長期供樓利息壓力大幅減輕。二手房取消住宅分類，持有滿2年免增值稅。香港老友日後換樓轉手唔使再驚稅務被割韭菜啦。3000億保障房收儲加全國逐步強制現房銷售，市區靚盤供應只會越嚟越少，置業爛尾風險大幅下降。開發商融資白名單落地，保交樓資金專項鎖定，遠道過嚟置業嘅香港人安全感直接拉滿。我知道好多香港老友咧會覺得樓市政策經常調整，唔好輕易衝動入市。但今次真係有本質嘅一個分別㗎。6大部委聯合統一出招，唔係單個城市細小嘅一個修補，係國家層面嘅長遠體制改革。行內普遍共識，
大家已經摸到樓市政策底啦。換句話講，樓市最差嘅下行階段大概率已經捱過咗啦。當然，我絕對唔會鼓勵大家盲目衝動買樓，但如果你未來計劃落中山揾個往返香港自住舒適嘅單位，單純從政策購房成本角度嚟講，呢段窗口期絕對係近幾年入場嘅最友好嘅時間。如果你仲係唔肯定自己資格可唔可以申請到15% 首付，或者拎你心儀嗰個盤，用而家最真實嘅銀行3%嘅利率幫你精準咁計一次供樓嗰條數，直接 WhatsApp 我就得㗎啦。我幫你用最真實銀行利率、真實稅務標準逐項核算查清楚，唔係一上嚟就 sell 樓盤，先幫你計清楚置業條數同埋風險，我哋再講其他嘢。覺得呢條乾貨有用嘅話，記得點 like、訂閱頻道同 share 俾身邊諗緊落中山買樓嘅香港朋友啦。OK， 我係 Stella， 我哋下一集繼續同大家拆解中山置業各種嘅隱藏坑位，下次再傾，拜。